位伫南区的四分新是临海的小渔村，因为地理位置特别，较少观光客知影，并甲边仔的喜秋湾里合作昆士湾。伫去年正式成为历史街区了后，市府为着推动观光，辅导旅游业者伫这个所在开设特色民宿。台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土地，那而且明年是建成400年，那我希望说把台南在地的一个文化跟民宿结合在一起啊，因为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台南民宿都是盖得很漂亮，但是问题是它没有思考如何把地方的文化融进去。民宿位伫四分新的中心，内部采用日式榻榻米搭配高科技的设备，予旅客上好的服务，并结合街区的景点以及古迹，规划系列导览行程。予旅客了解在地人文历史。临近的话，我们有一个海边，走路1分钟就会到，它比较偏隐藏式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让客人有一点感觉，就是说，哦，它好像就是独家的感觉。那在这边的话，也有一些就是自行车的步道，有想要知道这个村落的文化，我们也可以带他们去做解说导览。那他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，其实台南还有一些这边比较隐藏式的那个文化，让大家会更清楚、更明白。业者也推出游艇体验行程，会当为四分新坐船到岸边观光，同时体验历史甲海洋，提供全新的旅游选择。希望会当借此吸引更较侪旅客来观光旅游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。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。